来，大宝，我今日有一个撇步，就是吼，卖肉手食西瓜粿，当看大家做伙分享哦。切西瓜卖肉手，透可能。对啊，你甲看，平常时咱要等来西瓜，你拢是对半切嘛。咱进来横的来切。哦。就是安尼甲对半切落了，对吧？颠倒是为环的迄面啊。对。吼。啊，是毋是两边？对。啊，你这边呢？你哪甲砍来？你个爱甲砍来。卖肉手就是你爱安尼一格一格一格安尼切，啊，搁一格一格一格安尼切，要试互你看卖。你试看嘛。目睭发白白，毋捌看过人西瓜安尼切的。我甲你讲，安尼切吼，你要食的时阵卖肉手，而且你搁会当甲冻伫冷冻做西瓜冰。做西瓜冰？对啊。来，咱换的安尼切，啊，直的搁来甲切，伊会变成一角一角。哦，会对呢。即摆吼，迄个西瓜汁吼，拢袂捌着手，因为咱是摸着伊的皮安尼在切的。对啊，你甲看，来，咱切得了对无？中央安尼刻起来。是会当做一个西瓜冰。除了西瓜以外，往来嘛会当安尼切哦。哦。来，表演互你看吼。往来一般买回来其实较歹处理，但是若要处理往来的，上简单的就是先把伊的头尾先切落起来。对。啊，爱注意哦，切往来手爱注意。人拢讲往来是用抬的。用抬的对。唔是用切的。用抬的。头尾一刀过来。来，头尾甲切起来了后咧，你甲看往来是毋是安尼一万一万？咱的两格算一万，咱安尼切来的时阵，你个算两格，哦，好无？你看，顺迄个痕安尼啊？对，两条。哦，所以伊生即个形，就是要爱用迄个来切。已经把你甲线画好势啊，你看，对吧？啊，你甲看那两条。好。两条。拄好掺西瓜安尼共款变一格一格安尼。你看，安尼刻起来是毋是安尼一节？对。啊，你要搁食搁对切的时阵，有那共款是一角一角。所以我若是用一支签啊，为这安尼签落的时阵，又搁变往来冰。你共款有那会当放伫冷冻安尼往来冰做伙食，卖肉手